收看2017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30年嘅進步。我係莉莉，我係李明，大家好。阿明哥，真係像牛郎織女嘅，1年1拜來見面呢。當當然咩？因為我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吼，向下來洋嘅真看得到啊。哦，就係講唔但唱看得到你1年看1拜吼，還做在其中的亞大北台北市嘅客家主題公園向下來見面，等下就看得到青島哦，大半都新疆嘅客家鄉親為其中的亞片向下來見面呢，大家都係牛郎織女。哇，今年動特別咯，一開始就講到係30年哦。30年真嘅冇按改哦，因為呢，嘅台北移民法通哦，對30年前判到亞下，行過為30個年頭誒。哇，真久誒！我想講你出世嘛吼？我想行年按上，很多在判30年，真係冇簡單哦，當初我嘅法通。你還記得冇，鄉親朋友？喺講你去年沒有看人嘅 live 轉播啊？你聽說還記得一開始，人嘅阿明哥呢，佢出事真驚動到，去年佢係等得免起，講 magic 嚟出現，唔定而今年有嘛個新嘅出事咯，我看啊。這30年一定我有嘅啊。冇強樣嘅嘿。連麥克就自己帶來啊！其實唔是按麻煩啊，因為像人嘅轉播啊，一邊就有麥克啊，你帶呀。啊，你要做慢哦。你就唔啲誒，都總從有個偶像歌手，哦有氣概，麥克張做得好冇？哎呦，你還知道你係真見動有名嘅阿妹啊？阿妹唔係有一支嘅小白咩？冇錯。一支安尼，哇，金頭嘅親江。你看下呢支？你亞支哦，係紫色嘅，紫色人嘅黑髮就很多雕彩色咩？阿妹嘅很多小白，你亞就很多細雕彩好嘅啦，細雕彩。冇唔錯，唔用啲解名咯。嚟攞熱愛嘅。誒，接下來帶來一條歌曲俾大家聽，好唔好？好啊，睇開始出嚟唱歌誒。移民呀呀，帶愛進屋卡。等一下，一下張開始你就會轉屋卡誒，請問你係灌茶餅，也係灌去食豬咯？總唔得轉屋卡啦。我從移民呀嘅歌曲啊，第一首就帶來兩條啊。你剛剛從嘅兩條係移民呀呀，帶愛轉屋卡，也係劉永聰啊，從古嘅歌誒，因為佢嘅轉屋卡，嗰種人喺邊度較後輩張嚟唱啊。我相信移民也有青島歌曲哦。係睇上唱歌嘅啦。我哋今年呢，人嘅阿明哥去參加一個鬧嘅大擂台嘅唱歌嘅比賽，一下轉型變成唱跳歌手了，所以你太想啊，太想去唱歌嘅咧。睇老太家講要動到精彩嘅法通啦，客人啊，吼唱歌啊，辦法通動厲害嘅吼，從經驗咩起哦，其實 V 都係舊年嚟嘅時節就開始有貴呢啲嘅法通咧。大家嚟到台北客家演戲嘅話，都嚟看到客家移民鐵站，係要嗌花茶洋嘅法通。係，從室內呢，其實呢，等一下鄉親朋友你行過來洋嘅行到人嘅終點站嘅時節啦，就會有一個一片有青島嘅法通，還有喺講上嚟去室內看生態嘅展覽，就做嚟有去地位度嚟看客家一個30嘅鐵站，真精彩，真豐富，一係經驗真有嘅哦。係啊，尤其係今年天時又暗，好，去年還記得冇？嘢咯。你還記得冇？去年認真哦，嘅移民呀呀東部有過數幾天就係天時東好，一條青來。我還記得我嘅陽景呀片哦，曬到鬼太片就風哈。全部曬傷啦哦。尤其像今邊呢天時晴好，你看晴穩風咪又唔會講一條青來，還有穩土咪度好，真經移民呀有清涼誒。所以分享大家呢來參加客家移民之洋嘅法通，也係來到喺台北客家演戲嘅現場。對，籌備期時也就係10月20日，今不夜韓國天公年23嘛，一3日連等一片就有千精彩嘅法通，鄉親朋友家家共下來同人行出來，共下來參加今年嘅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法通。喺洋嘅法通呢，啲早上條8點就開始到啦嚇，唔啲現場用嘅嚇。係啊，現在看到今年嘅洋節啊，其實路線同往年有啲冇共樣。現在看到啊，一開始人就會有對開太吉蘭太拖共下來出發，又係啲總統府嘅部分。接下來呢，人就會經過中山南路，還有愛國西路。人講到話一開始係對總統府來出發。人其實呢，今邊咩有貼牌嘢，講嘅客家細妹嘢，人嘅理解咩啲現場，係唔係家家同鏡頭？請李家同人來講，開太嘅嚟睇到清醒嘅畫面。李家，來唔差啦！大家好，我係貼牌記者李家，今年呢來到一開打格蘭大道參
移民嘉年华竟然有30年咯，大家来看，哇，有一客家的环保花餐呢，实在非常的神奇。中医精神用流风，就系传承嘅精神啊！哎呀，来看一下呀，欣赏下马嫂，嘿，欣赏好，嘿，我都马改名。啊，乡里啊。乡里，你欣赏唔好，哎呀，条三零茶都系唔似家做嘅嘛？呢三零茶係老辦方嘅彭先生向下來做嘅。哦，老彭先生向下做就錯嘅啦。哦，哇！佢對呢方面較有內涵。所以佢做嘅東西啊，都較非常冇共用啦。哦，因為看到呀，實在非常嘅神奇呢。做啲小機係唔似家嘅茶嘛？你話睇嗬，所以你移民也係茶嘅。移民拎起出條錢。我想下呢來介紹下咧，彭先生介紹，因為你係做嘅東西。好，彭先生你好。唔好，那做啲小機係呀，神豬創意神豬係嘛？創意神豬，這做以前是有吃豬啦哈，也有雞哈，你做創意神豬哈，較方便，那個造型當然都冇共用。真勁嘅，哇塞，所當成自己想啊，幫一下先生啊，人哋做下菜嘅啊，差唔多幾久嘅呢？條妹哈都開始從材料到設計到完成以後，差唔多用20年時間。哦，20年咯，跟住參加下移民機啊，差唔多幾年咯？目前係哈。差唔多30公歲開始參加到了，有30年，你60檔歲咧。真嘅啊，這是我們客家之光誒，哇，東海呢，佢樣30茶啊，還有一骨包係冇做啲小機下嘛？骨包哈做代表嘛嘅呢，五穀豐收啦哈，因為安尼條本哈，種下實際有國貨起來國嘅啊，按說它種起來，安尼都市人較冇看到嘛。所以呢，本來安尼都都市人來看下，特別過去嘅情形嘛，嘅情形。哦，好，一下呢，先生，咱嚟向下講，移民節加油，好嘛？移民節加油，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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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早晨8點，人嘅移民嘉年華迎接就見開始嘅，家下人嘅講什麼嘢？呢家嘅係啲人嘅起腳點，係啲總統府前可以睇嘅嚟睇到一片。你看到啊，很多嘅泰國啊，都帶啲人嚟國寶，韓國嘅大班都講呢嘅法茶叫佢嚟參加。尤其呢，像當年看到啊，按到鄉親朋友就精心準備咩，30歲參加到60郎歲，你看。係啊，你看我都還蠻出色哦。嚟講哦，天使機頭車還有名路，你看出國嘅鄉親朋友，係講你還蠻出門。你哋一下同阿明哥跳下嚟，老年小幾日嘅路線，大家做嚟討議咧，連較全嘅素材、較簡木塊素材啊，日日嚟出發，嚟聽得人嘅嘉年華吹舞嚟參加，前面就會行到人嘅終點，客家公園一片來了。人家講到啊，呢家一下啲總統府頭車，一下去行看嚟到見嘛。哦，每天哦，你看一開始有老人牽數係嘛？你下就清流行嘅男友視角，男友視角，男友視角。你下嚟楊嘅話，唔過唔見那團我咩分享大家嚟打卡拍照上傳，邀請嘅朋友嚟參加。好，還有呢，接下來就係啲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交叉口，第三嘅素材係羅斯福路、南寶西路嘅交叉口，南涌和平西路嘅交叉口。接下來呢，還有南昌路2團、羅斯福路3團。羅斯福路一嘅插院附近呢，喺個人上嘅哦，坐插院嚟參加嘅就進行動活動呢篇，嗌做啲你難事，古多年呢，喺個冇嚟進步啊，嗌啲你聽咗喺上嘅坐插院嚟參加。冇人喺上個已經當到客家老人家，咁每天可以行全場哦。尤其將嘅阿伯啊、阿伯妹啊，大家都當用心呢，叫下嚟參加。古時呢，喺個人選定一嘅路線哦，就天天呢行，還有呢就大班都講呢，本規路好，所有嘅台北市民。下嚟欣賞，還有唱陸空哦，咩會見到嘅外國朋友啊？係啊，還有呢陸空還有當重用俺客家嘅傳統哦，就因為以前俺客家人帶山度嘛，行山路嘅花啊，假使行東橋就會用誒，就係腳神人，腳神人，還有再學。
哦，最好嘅证件哦。所以安一行人一定地就係奉茶站。奉茶站。好，紹介一下桂路尾有奉茶站門大家來視察哦。視察好，呢個看一下哦。第一站呢就係一啲安嘅中山南路，還有安嘅愛國西路路口哦。點到。你看你太歡喜嘅，係冇？太想去視察。其實紹介一下有冇看到點到片啊？糖沒糖得多啦，兩隻安嘅導播就厲害啊！看一下，第一站呢中山南路了，愛國西路路口。第二站呢啲羅斯福路，還有寧波西嘅路口。第三站呢啲安嘅南松路，第四站呢南松路，還有同安街口。第五站羅斯福路，第六站羅斯福路到史泰路，就係赤雁天台樓站5號出口，還有蕩角路全部有安嘅奉茶站。所以而家嘅奉茶文化啊，就係正經哦。大家懂通宵，你一直偷笑幹嘛？沒有，我覺得剛才拿點頭有點東派些。啊，桂路呢就有。日黑頂呢，而家嗌咗本然傳染啦。好啦，做啲鄉下來行路來視察哦。尤其將呢個奉茶文化，就係客家鄉親、客家族圈親喜客嘅。喺講呢，就讀到親到朋友嘅時節啦，見講法，從你見講咩嗬？誒，請你試一筆茶呀。按多加，經驗唔單止係安嘅客人動多，還有動重要嘅人物來到現場。尤其呢，蔡總統呢，今邊早上今日嚟參加人嘅移民嘉年華，人家嚟看啊，總統呢，人嘅蔡總統用乜嘅方式嚟向下參加呢？我們是不是再一次用最熱情的掌聲以及歡呼，讓我們大聲地喊出總統好！總統好，總統好！也歡迎我們李永德李主委，歡迎。好，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邀請我們市長和我們現場的所有嘅鄉親朋友的共發了，掌聲歡迎我們的市長來致辭，掌聲歡迎市長。掌聲有請柯市長，今天特別練了一段客家話要跟大家來問候哦。這個總統、各位嘉賓、各位客家鄉親，安坐，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早上天氣很好，很適合辦活動哦。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已經是30年了，感謝大家一路走來哈。那也特別感謝今天現場的每一位朋友哈，感謝你們用實際的行動參與來支持這個客家，謝謝你，安子 C OK。謝謝市長，非常謝謝市長，謝謝。沙丁下來，我 TP 也有搶到總統 TP 支持，你客家所有嘅發通，呢個時節各位客家鄉親，係每個禮拜家用大家嘅數，你總上分享小英總統，別人也都講幾句話，總上有請，總上鼓勵。我們柯市長、李主委，還有我們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的曾主委，各位貴賓，現場按到嘅客家鄉親，按對坐。坐。30年前，台北市的客家鄉親辦理了第1屆移民祭典，持續到了今天，吸引了許多的客家朋友，以及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同的參與。感受到客家移民精神的團結和凝聚力。30年前，也是還我母語運動發起的時候，經過各位前輩30年的努力，今年6月，我們已經有了我們自己的客語電台，就是講客廣播電台共客天台，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的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現在也被行政院列在優先法案之中，送到立法院審查。那麼大家最關心的浪漫台三線，這個計劃也已經正式啟動，整合各部會的預算，加上前瞻計劃，我們陸續將要投入超過100億的預算，來把台三線的觀光產業要做起來。大家放心，在過去，客家人挺客家妹，客家人挺客家妹。現在客家妹當總統，也被挺客家人，支持支持客家語言、文化、老歷史的保存跟發展，把客莊的產業振興起來，
让台湾的客家文化成为最珍贵的资产。最后，我要预祝今天的挑担采接活动圆满顺利，台北市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活动成功，谢谢大家。按着谁？感谢总统，也有请总统留步。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进行今天采接的启动仪式。好，那我们也请贵宾呢，就是站在我们的舞台中间这个位置。那待会呢，我们由总统以及李主委以及市长以及曾主委会一起来敲击我们的这个大鼓，表示我们的仪式即将启动啦。好，这个时候有请长官以及我们总统，我们就击鼓定位。好，那我们要在击鼓之前呢，先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那我们先请媒体朋友们准备啦。好，我们先看中间前方，来先拍一张，谢谢。右手边，谢谢。好，接下来请将我们的目光移向左手边。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蓄势待发，准备打鼓的动作，好不好？比较有精神一点。好，没错，主委做得非常好哦。好，那我要测试一下各位现场的高比哈嘎乡亲有没有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吗？太棒了！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倒数5秒钟之后，总统带领我们所有长官一起击鼓，我们要正式宣布今天的嘉年华采接会正式开始喽！让我们一起来倒数5、4、3、2、1，请击鼓！来，我们继续击鼓，为我们现场所有乡亲朋友加油打气！正式宣布2017年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比正式开始。谢谢，太棒了，太有精神了，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台北市市长、柯市长以及我们曾主委移动您的脚步到我们左手边这边，要准备一起来挑担启动了。好，那我们也请总统移动您的脚步到前方这边，待会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加油。是的，接下来呢，小英总统以及我们的李主委将会也跟大家挥挥手，为大家来鼓励。今天我们在现场有5000位的所有的客家乡亲，来自于台湾各地哦。好，各位经过我们舞台正前方，是不是也跟我们台上，我们跟小英总统也跟李主委挥挥手，为我们记录这非常重要的一刻？是，那我们吴志刚议员也来到现场啦，欢迎，谢谢。好，来，大家经过舞台前，要和我们总统以及主委热情的挥手。好，总统，您现在所看到第一个队伍是来自于屏东的客家乡亲哦，当中穿这个偶装是超过80岁的阿公阿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真的。今天刚才你要的。好，那我们前面呢也有非常多的长辈也要即将出发了，也有我们外国的朋友，欢迎您。好，我们是不是再一次请总统跟李主委跟大家挥挥手？谢谢。因为我们总统的事务繁忙，那我们总统也即将继续回去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了。那我们一起来恭送总统，谢谢总统。谢谢总统，谢谢李主委，谢谢。谢谢。再见，总统拜拜，张伟了。哇，两下看到烟囱真浓耶！你看哦，刚刚呢总统府头前呢，一片有嘅香港朋友，还有青岛嘅苏婆帮妹、泰国太子，所有嘅台北人啊，都向下企出来开蛋糕来嘅。还有呢，你就看哦，一下现场呢，咩来嘅青岛嘅人嘅吹五件嚟到现场哦。看到阿姨哦，画面中嘅阿姨台北市长来到现场。哦，你看到哦，头市长见面嘅，带点立马呢吼，还有呢佢开蛋嘅，嘅开蛋冲自己蛋糕就係係記得咯，曹本人呢，人嘅柯市長啊，佢就啲佢嘅 Facebook 嘅封啊，在粉專裡面呢，佢就講哦，佢當年都來參加一個客家人嘅發通來參加台北移民嘉年華，佢還講哦，佢大擺就用韓語嘅，嗰時候竟然呢將佢睇嘅嚟睇講出法嚟到客家做條補嘢一。咩從頭很多米呀？佢知道講哦，小 case piece of cake。因為佢就其實上茶台北幾個國容易嘛。係啊，佢最近哦，就係腳很勤，對不對？
哇，嗰種你就看到啊，動到呢，大家就親友範例。哎，有看到冇？遊行嘅推廣地位度有動到嘅嘛？動到嘅後生人咯。嘿，我就會問哦，後生人有。啊，你喜唔喜客家人咯？嘿，好，你係今年嘅主題嚟睇下，小結一下嘅。假使呢，兩今年呢有經過台北市政府嘅辦呢，你就看到兩張動態嘅布條。尤其哦，像我嘅上班、上下班嘅時間，常就會接那個經過台北市政府。頭前一下呢嘅亮片哦，建築就有太嘅布簾，佢一下蛋糕就喺下底，後生人騎數很有。所以咧就係問號，你喜唔喜客家人哦？係啊，所以像大家呢一定有閒嘅時間，我當喺台北市政府前面咯，來共下翕相。假使你係客人咯，一定要去，唔係客人咩分享大家共下來參加安樣嘅活動。係，嗰種咧就係經過嘅一片咯，就嚟翕相打卡。咩做嚟共下面看啊，後生人就係騎數朋友。啊，過後呢，就係企出嚟，向下嚟參加人嘅客家上嘅，但係好像見邊嘢啦，人嘅嘉年華，當當年看到吹五家見來見同高嘅，我看到啲順風車會聽到小朋友聲音嚟呢，親近一下，係啊。其實都產生嘅啦，輕鬆又係一隻精神嘅傳承下依兩隻安嘅客家嘅文化。尤其像今年攀到台北客家移民30做嚟講係嘅世代交替，呢是可以搞穩嘅。冇唔錯嘅，安嘅小記下。今年呢，其實除咗安嘅加工嘅太布條以外呢，安嘅還有安嘅主視覺。主視覺呢，你看其實3年蛋糕沒有，還有呢裡面愛迪哦，你大概就準備道具很多。很多來看一下哎哈，安今年呢產生嘅主視覺呢有2種，一種係紅色嘅，一種係藍色嘅。藍色大家就知啊，因為藍衫係藍色嘅嘛。係做藍衫，即係嘅客家傳統衫褲。但係呢紅色係代表乜嘅意思啊？也係代表親吉祥、福字來做帶，嗰種呢又是代表人嘅輝煌、高貴、豐收，還有呢就港片應該有嘅國嘅咩嗬，國嘅就係黃色，金色就係啲廿八嘅主視覺應該都看到嘅。就係金色就代表人嘅托付嘅意思啦。有嘅風俗，你看到我人嘅背後見來見到嘅鄉親朋友見來到現場嘅，人嘅鐵牌人阿開上咩啲一個人嘅吹運動中，人家來看下阿開上一下行到哪嚟了。大家好，我係鐵牌記者阿開上，阿開上一下所在位嘅咧，就係啲南昌路二團一位哦。啊，家啲條前啊，看到有動到講什麼喲？人來去看一下佢哋嘅表演哦，來跳舞哦，哇哦！哇！有看到人哋講什麼？這麼勁歌熱舞嗎？吼，來，我訪問一下其他條哦，來，你那條係來自哪邊咧？你們是來自哪裡呢？是光山高表演藝術科。給你那條你咪第二位啊？一下唔係應該係可以採接嘿？你那條你咪第二位咧？你們怎麼會在這邊？你們怎麼會在這邊呢？是要做什麼準備嗎？為他們遊行的那個民眾們，然後加油，然後來支持他們。哦，就是要為其他條來採接嘅朋友來加油，係嘛？好，跟人家條今日做嘅，哇，有一些韓國風，然後又跳到暗江，係嘛？跟今晡日咧，人家條安樣辦來留嘅客家嘅
采这些朋友来做加油嘞？你们要怎么帮他们加油？我们会用行动来支持他们，像他们游行经过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表演，然后一起陪伴他们。好嘅，and 有其他朋友来加油一下好唔好？来，我们来讲一鸣记，你们说。加油加油加油！再摆好一鸣记。加油加油加油！耶！你送咗阿奎上同set時嘅鋪圖。感謝阿奎上帶來千精彩嘅報道啊！看到亞豆啊，太學生亞豆跳舞跳到暗流發烈，就看到啊，愛知道愛很懷念，因為我以前也是熱舞社的。哦，真的，所以有一種同感的感覺哦。其實看到很多校長要來參加，還有就動創嘅事情，俺家講傳承嘛，傳承就係啲用把俺要見過嘢我嚟參加，俺用嘅發動嘅有陣意，有陣故事啲後輩嘅。尤其係從亞嘅頭來面啲有關移民嘅頭來面啲移民文化、移民信仰啊，我講下詳細啲喂，有關亞嘅頭來面啲咧，日日嚟看下日團，哈哈哈，點？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客棧，哈哈，好啲。今日來大家談客家嘅信仰，講到客家人嘅信仰，就聽到講到移民一件事情，客家移民期也做得講係無人不識，無人不曉啊。不過一個移民，這塊是使命客家人做得尊榮獨享嘅信仰哦。在經過這塊是統治台灣嘅時間，移民也可以有一好冇一好嘅華外小番薯。故說就清采了一個你留下班呢，沒移民搶留下班呢，故說就沒到台灣民不聊生，欺殺百姓耶。天天就引起各種太太細細抗議勞革命事件，今日都引起事件嘅老百姓，以政府看來根本就係一群大逆不道的亂民啦！韓寒模式填鄉民搞什麼民變？有的亂民沒到輕軌政府頭好大大，像這樣有的亂民，我無奈何台灣嘅園區要力又不怎麼給力，其他新界嘅老百姓可能能叫一個群之後自家捱起來，自家加鹽，自家叫嘅舒服加鹽，政府看老百姓只可主動嘅保家必國嘅系統，知道佢哋最近好棒棒，簡直功不可沒。聽人嘅聽人就係朋友。就不要得反抗亂民嘅百姓，一來移民嘅稱號，8+9等於17，義氣呀！2021年，台灣最早嘅移民團體就喺地主與軍事嘅發展嘅時節，由平農地區嘅6隊客家人組織起來嘅，雖然慶祝係客家人，不過台灣早期大亂小亂混作對，唔單止客家人為特殊政府平亂，其他藏中人、前中人還有原住民朋友都有機會特殊政府做移民。不過有啲人慢慢釋放韓寒就去做移民呢，係想要保護鄉里呀。從喺1895年日本人走來台灣嘅時節，唔同見有啲人嘅抗議，就係一種愛護鄉里、保護家園嘅行為。除咗想保護家園以外，還有當動移民，像係因為私人恩怨，也係族群結婚才會組團刷副本的。所以原住人反抗政府，都也係機不可失，夾個來做移民。老原住人吃香香，係獨好聽聽。韓寒唔是講做移民有當多好處，唔但將不用服勞役，往來台灣海峽還做得有費。第二屆頒獎，政府官員還會頒電影。說你好棒棒，左邊砍仇人，右邊拿匾額，簡直是猛拉夾 C 口，一舉兩得，一舉兩得啊！除此以外，還有的移民還會用移民嘅名號，實際上可以抵給別人燒殺擄掠的烏合之眾啊！根本比反抗政府嘅亂民還亂民啊！故說移民也係亂民，其實才係還沒反抗政府嘅分類名詞。有可能佢比人係亂民，鐵杆就係移民，完全冇代表，沒人可以用偷的，沒人可以用義氣。就算按呢，啲各種台灣到底會西南嘅移民朋友，政府老民眾還能會考去經驗記得嘅移民沒？天天呢就變做台灣嘅移民信仰咧。今日唔就特殺都做變做移民，佢做乜嘅也搶有客家人嘅辦移民咯？哈哈，也就鬧奇怪政府嘅保障有關係呢。都係愛對抗勢力動態，要獨家反抗政府嘅好老人，對愛鬧客家人行開嚴到位啊！對客家人來講，世界上對於好老人沒係弱勢，只有老政府企圖強化，最近移民這些年們，就做得確保族群嘅利益。因為過去客家人就講移民係自家嘅信仰，所以好老人嘅移民廟天天有無相符嘅，到日本人搶出到北港移民廟天天，客家人嘅移民廟實係遍佈台灣中南西北，唔過係連莊祭祀也係分享嘅廟，都見係你相符定身啦。今天過來講到呀，看了解客家移民信仰嘅由來，今日嘅信仰喺全球未搶有台灣嘅客家人才有。雖然你歸意嚟講移民，唔過因為台灣南北歷史背景冇共樣，使得本地共樣嘅客家移民信仰，比北部很多移民呀，都南部很多種用過，都凸顯了客家文化嘅豐富多元啦。客家文化是唔單止係宗教信仰聽聽咯，佢客家都帶有乜嘅偏言嘅故事呢？客棧，哈哈，好點，下一拜再來講了。
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3生宴天师转播。刚才呢看到一个哈哈哈，叮，嚟照啲一个客家移民信用嘅條類面衣哦，還有一下嚟看到啊，現場啲來人簽到嘅洋嘢出現嘅，還有就看到啊，剛才有嘅阿公阿婆，或者一個孫咧，所以呢叫佢嚟參加，大家見到一個主題台嘅時節啦，哇！啲不呢度就看到嘢咧，終於係前台把戲啊，前店台嘅把店戲全部來參加嘅。係啊，你說土地藝就可以參加係嘛？哎呀，東上跳下去參加，真嘅動鬧嘅，現場差唔多有20班人按多啊。20年開哦，哇！按厲害，你剛才看到有20萬上年真人解哦。哇，真越來越多人哦。你看到當年的年4年一個來參加人，他哦出現來見到誒，看到大家哦，太嘢土地嘅，路嘅土嫩呢，路嫩太細，叫下土地來參加一個台北移民嘉年華。家下呢，阿明講你還有看到冇？哎，你要順風啊，聽到吹唔進勁高咩？家下永遠是件很像那個。挖土機來嘅，唔係，就試出來啊！冇聽會查，等下可能卡雷機車啊，嘣嘣嘣嘣，全部會出來。就講客家移民之3生宴青蔥油，大家一定會行出來參加。出來有後生朋友，人家就講到後生人愛叫下下數很有，你見唔見就會看到有青島嘅後生朋友會叫下來參加嘅，還有一個貼牌人嘅阿里肉，你先從一下已經行到一個新開闊之後咧，人家嚟看下。一個阿里有一下啲哪呢？對啊，先從方面。观众朋友讲，一定系马家团队，你们是什么团队啊？好，咱都系先海国小姐做乐队系么？唔讲呢度客会讲嘅暗号，马上系客人，卡数谁是客家人？谁？好，只有3个，怎么4个、5个？怎么越来越多人了？好，冇相干，我偷一张客人最好嘅人，我看一下。好，是你嘞，谁啊个？你好，是请问你系哪位嘅客人？你是哪里的客家人？苗栗嘅客人系吗？那你几年级？新海国小几年级？1年生呢，是这样子。那你们刚刚演奏的歌曲是什么歌曲？做捷运是吗？做捷运。那听说你们不只有演奏，还有教客语的教学，对不对？那你们的团长跟主任是不是也有来？主任在哪里？主任在旁边。好，我们赶快就来找主任。主任你好。你好。唐公一就唔但强入宫体改告后，他就结合客语，对不对？对，用透过音乐来学客语是最棒也最快的方式。没错，相信小朋友也能从乐器当中也同时学到客语，对不对？那唐公基本嘅汉语啊，告俺也叫动体被改乐器，用特别的乐器，是有一种特别的乐器学会更快。所以要我介绍乐器吗？对，那边有个很棒的邦歌鼓，可以让你学一学哦。好，对，听下去。邦歌鼓在哪里？你阿位系么？你阿是邦歌鼓来写么哟？你好，那你可以教我一段吗？来演奏一段好不好？好。好，要数拍子。看起来有一点难，1、2、2、3、4，对不对？然后，那你帮我拿麦克风来练习一下。1、2、2、3、4，没错，1、2、2、3。唔同冇相干哦，该设立中伫嗲位，冇嘛该袂打鼓该保土哦，拜拜。哇，
也可以看到阿里勇哦，基地亚嘅怪兽当中啊，你就看到哇，有节奏乐队呢。一陣來俾看到哦，天從東南嘅以外呢，我嘅考試中記得要睇當個哦，可能人嘅來嘅退伍。係啊，而家他唔係行啲總統嘅片呢，端正哦，無論講係騎腳踏車，也係佢騎自行車行路，一下佢已來到人嘅終點站，客家主題公園了。未望睇下呢，咁下來參加。係，因為呢，像北部一片呢，人嘅台北市中見來到現場，韓國講到北部一個移民信仰，北部呢有移民廟，南部又有中庸宮，無中庸一條都係算係一個移民信仰，只不過名嘅無中庸啦。其實到了後有當到新嘅方式來銷給了。俺也知道以前上到移民呀，總用功就知道啊，懂演啊，要懂路啊。露頭髮嘅事情係冇。唔過了後，你看俺嘅設計師懂厲害哦，現場看到來馬嘅咧，拿起來問大家看一下。好啊，你看一下細嘅啊，做到像一咧細嘅建築，就喺頭擺一個貓嘅風箏咪嗬。還有呢一個機關的那一片哦，你哋來同大家講，你看1、2、3等。哎呦，俺一總用功跳出來，跳出來啊！嘿，你看呢一個做老記。大班設計過，又係2011年一個樂隊上緊嘅發通，當過嘅人工嘅啦。所以俺嘅睇朋友其實咩做得用兩人工嘅來，寫給俺移民也總用功嘅故事本小朋友睇。你看呢一個總用功限定嘅時候，就帶定練馬咩嗬？像頭擺咧一到移民啊，佢就係邊度愛保庇家人。韓國呢就愛保護人嘅屋企人，保護人貴重頭嘅人，古早就親民係出去打仗，親民犧牲呢。一下邊都係感染一就露主公家度犧牲嘅忠義精神。古早呢就同一下老幾幫做一個貢獻移民信用文化，一下就打幫各種嘅方式，想喺同一種移民文化傳承下去。講到一個總用功哦，你看除咗有人工嘅以外，嘅下輩你看老幾打佢，第二輩都。一隻講嘅地位度啊，佢行咗嚟表白嘅香灰、香灰，因為呢就接着會拜拜咪嗬，拜拜嘅時間就會有路當中就會見到香灰，當時呢就攞佢設計咗，做嚟同親朋友去拜拜嘅時間同一個香灰，拿啲嚟飲來表示呀，還有意義哦，係就攞一人工嚟實轉去，就做嚟咯，搶咗用工飲來入邊，要表到咩地位度啊？表到人去搞屋企地位度啦，你看一按嚟細細嘅，要設計到千獎呢，就表啲人嘅順風哦，當然就看到人嘅移民呀，人嘅總用工，等等出啲人嘅順風嚟保佑人。所以只要人用講全台灣只有移民廟總用工嘅廟咯。係啦，你講哦，全台灣有幾多嘅移民廟？同小朋友你咁啲43呢？全台灣43間咯。我就啲新埔移民廟天天呢，我啲全台灣有咁多移民廟。阿明哥，你知道張一點聽聽係？因為係桃園啊、新竹廟啲大哥嘛，行過就係新埔嘅移民廟。條款咩有啦？條款咩有？誒頭仲未有普遍呢，因為從北部也片移民信用係較普遍。韓國呢，其實台中、彰化應該下南島嘅，一直到南片啊，還有哦，像先前呢，呢年自家去到人嘅屏東。南中嘅片有啲太菩薩去哦，佢入邊啊幾一種頭對人嘅客家朋友啊，佢哋咩有搶嘅移民信用轉來辦，點用嘅冇？因為呢太菩薩去嘅客家人，佢喺度呢老祖公係對新種細個咯，我真見啊！古到去到新嘅嘅所在嚟打邊呢，就同現象嘅信用嚟搶移民呀，嚟保佑誒。如果人嘅新嘅素材出去搶人嘅生命嚟同人保佑，就搶過來嘅。因為設計印象係桃園老先做了地方哦，因為佢哋會向下來祭拜移民呀嘛，就會輪流15種來輪出嚇，輪出來做嘅時間，佢哋頭擺要做乜地方嘅，基本要帶露相片來俾大家看一下。咯，你看頭擺呢啲一個來做相關嘅移民信用嘅，你會看到有吃泰豬，還有必須看馬薩秀嘅豬誒，較大條。啊，主公嘅文化老移民節咩動有關係哦，像以前啊，一到移民節嘅時間輪出到嘅嘅種啊，一定愛學出動態條嘅豬。動態條豬誒，你看到有一種老相片哦，正經講以前整位俯拍嘅一係嘅新婦嘅文史工作者提供文案，接下來呢，我講到一係北部嘅移民信用，韓國人見不易就看到人來到一個客家主題公園，一下討論就試咗未來到
烟囱。其实人家哈我们在吃这种的航路的2节的时间，人家铁牌也就捕获我们的野生市长了。人家要来看到亚特方面。我是特派记者李佳，你好，想请问市长呢，今年在义民节有没有想说什么话跟大家说呢？欢迎来做客。欢迎来做客。哇，市长的客家话真的是很好哎。你刚刚那个剧场，你有什么感觉吗？大家这个行动剧嘛，代表说这个台湾这个移民社会，然后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来这里的。那想里面有1/3是菲律宾来的，所以这个我们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种台湾社会的一个，在现在来讲叫做一个价值。所以说我们都这种，台北是个移民城市，其实客家人在台北算是个移民了。没错。那想请问市长啊，您今年参加义民节第3次了，这次踩街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好像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市长真的是非常可爱，那可不可以用我们招牌动作一起跟义民节朋友说加油加油呢？加油加油加油！耶！谢谢市长。哇！你看柜台村嘅遊行吹舞呢，就見行定過來嘅。一擺呢，家下呢，你看一下台蛋糕係口試中嘅畫面，一下韓本我們的麗蓉抓到他在捕獲他在野生的現場嘛吼。不過你就可能做到亞大嘅路線啊，其實看起來一衝東衝啦。唔過你行啊，你就轉咗喺山鋪。有啲落平要來嘅吧，睇下叫下係啊係啊，大因為今日天時凍吼，一下就行到誒。不過呢，過來看下亞大嘅路線哦，一開始嘅當然係對總統府開始咩？行過呢，你就會經過亞東昂青島嘅路線，一下來看一下嘅路線圖。來看到用做的用嚟當做嚟搶人嘅口試中行按壓，加行啲總統府一下就跳到亞嘅素菜嘅行過呢。你看到台蛋糕一下已經來到終點站嘅，東昂有青島嘅素菜包含中山南路、愛國西路、羅斯福路、南部西路，另外還有南廠和平西路入邊嘅高層片場，還有大概素菜呢都有奉茶田，嘿，啲次嘅奉茶田係點解天咯？做得撩一下田生茶冇錯，個個路口呢就有奉茶田，大家坐了一下嘅，假使你知道呢，貼嘅方面都嚟坐車運到台天太流站。最後行一下就到人嘅台北客家文化園。看下一詳細嘅行一團嘅畫面，一個路線哦，係南廠路二團、羅斯福路3團，還有一個車園，你家下講哦，大概就係坐車邊去台天路口，因為你地冇將一個客家公園入邊啊，大家坐車邊過來，台天太流咩啲附近嚟嘅，其實行一下就到啦。差唔多行5分鐘啦，你早上喺阿你行過來係？係啊，冇嗌早上頭啲冇行過來。哎呀，行過來咩？按離開按槍咧。係啊，你看一條貴嘅路線哦，除咗講你做嘅見洋節，見同大家大嘴鼓，你行做嚟看啊，一貴路空都會有表演。其實呢，貴路空我已經看到動動人啊，準備動作精彩嘅表演。最希望呢，啲係客家以年輕產生嘅時節呢，我安逸呢，知道情感同嘅。係啊，有一種共襄盛舉嘅感覺。這就是我們客家人很重要的一件。尤其係來參加亞大嘅發拖，你看到啊，一下背後呢，見來見到嘅吹舞見行過來嘅，一下呢，你會看到有啲嘅歌謠班，家下還有嘅相關嘅山歌班啊，還有聲音呢，其他有咩真嘅吹舞，幼稚園啊，還有嘅國小啊，大家都聽下來嘅，還有聽大家大班都講呢嘅。哇，來到現場以後呢，其實呢，還有動到精彩嘅發通哦，喺延期啲嗰度呢，就有鐵站，伴大家來了解移民節嘅歷史還有文化。還有一下就看一下現場嘅畫面。各家歌謠混聲合唱研習班歡迎，團長係何嘉文老師，何英文啊，何嘉文啊，老師陳彩玲老師歡迎。客家推落啲嘅舞台蛋糕。研究社歡迎，緊接是我們苗栗同鄉會，謝謝。好，大家呢見行定過來哦，你看輪車主席咪見呢來到現場嘅，現正今年呢喺台北30移民30無簡單，對76年開始到一下1806年呢，結果係30年條按出來嘅3年呢呵，領整個去掉了。所以真嘅咪知道動感同學愛用哦，呢度咧30周年呢，現場咪準備嘅移民鐵站有700年的現場，我哋大家來看一下。
也看到伊可以实施在挑战的有让大家强荣哦，是行3公里界开但么入总还没动强动强啊！有可能爱贵心太寒么，所以俩下将会伫俩位，你个特别适合教文化主题公园地图来吹冷气了。无啦，其实你啲每啦会分享个适合地步度啊，如找动体片界哦，命运动移民挑战哦，起码个喏，家家肯爱强下落去看啊！来，其实啦，大家到底信不了解地方係你移民文化最重要嘅位所，該用時啊，還要當到嘅台北人為當去到新竹去參加移民嘅祭典咯。我實在挺麻煩咧，所以將會喺1988年嘅時節啦，喺台北辦嘅第一場嘅移民嘅祭典了。大家都做得地啲啊，安定一下嘅土法啊，韓國文史地圖啊，都做得看得到哦。因可能你係適合你第一屆台北移民祭典嘅文史。還有當地嘅啥個圖，還有了隻相片咯，還有了些你個按做台電了，係咪當地嘅啥？還有啊，其實有當到個仔細咪做得啲啲移民嘅體展啲部都做得看得到哦。唔過啊，等下帶大家落去你個體驗展去，啲部都還有當到動身體、動學家嘅東西做得分享，所以家家聽你個向下去了。開單愛開來嘿。大家好，我係葉蓉，你哋下啲個會所啊，是係體驗展去了，有可能愛數當個那人假嘅大門麼？其實啊，你擺個移民體展啲部都如當到按用人假嘅大門，做得本大家都體驗麼？唔單淨按用人，你還做得看得到跳車，如當到當定一下個蹺板台主工作都欣賞哦。其實啊，我細細個細節啦，咪從頭聽嘅我喊你強下都去看台主，你擺啲啲個移民。研發啲部都未有正經嘅台主做得都看了，所以大家家都去參加。不過每個人都叻，我會逐個去開單有種咧，開單愛開來嘿。做單開那好意氣，東昂開正會妙啊妙，公公喜喲。兩條灣啊！阿明哥，你冇拿你嘅水貂穿下嘅麥褲，你們做的人被我演到按歡喜哈。但那點解爛的有這類東西，感覺唔記得了。你都沒有辦法一心二用，對不對？對啊，東上稱上身啊，然後差唔多懂豬的啊，加油工都吃餅的嘛。剛剛呢？阿麗用我給拿的黑呀個那個小的，你拿的是真的，我看到你底部度種滿個東西。吃餅，真的是入口即化。你都市謠佢真係講你老牛咯，live 轉播就這本太雅寬啊，冇人喺度講一下用咗定咯。我不甘示弱，你吃法沒吼？亞奶董好。捏板。有天總有捏板。嘿，從今日呢個客家主題公園呢，順豐有西武堂一個實習噃，呢度當地嘅農民朋友呢，佢哋都準備親針對嘅農作物嚟同大家分享。你是愛咩事？愛客家嘅幾點啊？一定愛有。糍粑係愛溫。跟糍粑愛啊，愛先生。愛溫。哦。尤其像那個糍粑呀，讚！該可以他要他給我點誒，上班他肚子有點搖了吼，你因為入口即化。很多的先講法呀，給你吃糍粑，給你講法，等下他感動啦。你看哦，今日嘅主題公園一片呢，所以講現場有青島洋碟吹五個順豐一片，今日有來嘅70米嘅壇呢，叫下來也西武堂實習嚟辦壇呢，一佢啲人家下呢啲攞杯賣業來食咧，睇下看啊，一按太地嘅時代。日日來看一下遊行嘅推門，喺孫沙嚟出東西，好嚟看一下。太好誒，日日嚟看。謝謝，今天是。
菜很欢喜哦，来主持很多的这动情啊吼。哎，眼对他嘴唇都是那个板条粉呢。无怪咧，他现场按多年啦，你看一下咧，他养嘅节目行多现场哦。大家就希望向下来参加咧，神圣嘅按中央嘅热咧。你要继续讲啊，因为我喊啲嘅是起白的吼。喂，你喺叫矮啦哦。哦。因为这个叫矮，因为喊龙说对呢。刚刚係唐講哦，今年以來嘅花，假使你買東西要講客花嘅花，會較便宜，係冇？係，尤其種西武糖啊，你看人家忙死的，人家他用上嘅係美食節目嗎？沒啊，就是睇下講，要給一個動力給大家來到現場，有客家美食哦。因為像哦行路有可能，人家講路線當中，規路係咪有風茶店嘅吼？風茶等下是茶天天啊，冇啦啦吼，冇啦你來到西武糖，冇錯。尤其哦，你同鄉親朋友嚟講哦，等下嚟到西武糖試試嘛，睇下去買東西嘅時間，提醒你咯，記得講客家做得嚟打雜。咁樣東南喎。因為當中你可能冇學過啊，呀，這時間冇講啊。給你出錯嘅，你嘅吃餅拿過來。哦，吃餅。因為呢，現場我們有聽到賣食嚟談的哦，因講有咩賣吃餅的哦，迄個鄉親朋友，你做得講一個客家哦，要給我做乜嘅吃餅，食起來又香又 Q， 又香又 Q。又香又 Q， 迄個你同一貴幾嘅客家老弟聽聽呢，啲談的樣片來講出來，你買吃餅做的大讚哦。便宜多少錢啊？你去現場看冇聽錯哦，講得清楚。就是你講到今天呢，有啲咧冇按章，唔怕藝上先調價位老人搞，會搞嗰種咧買東西、食東西，係做得好客家搞朋友。所以唔管你喺行業咩行業，等人朋友來現場係做得好客家。還有像你剛才講哦，你剛才見食貴啲嘅吃餅，唔係食太易嘅。像你去家當好食吃餅係嘛？你講？真好食，因為咧，我就帶有條粉嘛，老北浦東區，嘅北浦就懂得好食嘅吃餅。行路去買吃餅嘅。所以都買吃餅。便宜你行得到。冇啦，視察嘅啦，視察建議買吃餅，當做幸福移民沒有100班喲。你看一下吃餅哦，細粒清淡印象哦，比較小顆哎。對啊，一般我們想到可能有大的，其實有乾有濕啊，有不同種。尤其種一下呢，係秋田、藍田呢，度好去吃餅，啲細吃餅嘅時節，因為像一個東北季風，即係行年講嘅9公風，嗰個9公風見出吃餅就曬到早，曬到香。嗰個鄉親係要家來西武糖入邊，係講呢，講客家嚟賣東西，尤其像吃餅講，吃餅食起來又香又 Q， 就做得嚟打雜咯。好啦，導播係啱嘅冇講實咧啦，講完就肚子搖誒。好，家來看到嘅鐵牌人，呢家一下要行到哪啲咧？一下嚟到奉茶站3號，看到一按到嘅人啊，啲男生，又係乜嘅劇團咯？唱欣賞嚟小嘅一下哦，欣賞好。大家好，老師你好，想請問你們是什麼劇團呢？我們是客家文化基金會的城南社區劇場的學員們。哇，好熱情哦！看到一男生啊，非常愛好，非常愛為他欣賞啊。你的亞邊啊，有些呢是跨國合作，讓外兄來做亞種的表演呢。這個表演呢是由我們菲律賓的朋友，還有我們台灣的社區民眾跟大學生一起準備的一個演出。哇，談起來啊，就知道一神奇哦，跟能用外兄來了。跨國合作跟客家文化結合在一起呢？因為呢，早期我們客家先民都是不斷的在遷徙嘛。那現在呢，我們在台北這樣的一個國際城市裏面，也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的朋友也遷徙到台灣來。我們覺得同樣的很多的遷徙的經驗是很類似的，所以我們就邀請這些不同國家的朋友一起來跟我們發展一個關於遷徙的一個移民的戲劇。按樣嘅結合啊，色彩非常嘅好哦。跟藝兄來摸一下欣賞啊，你們這樣排練啊，太快啊，會幾久嘅呢？我們大概排了將近2個月左右。2整年哦。跟你們的語言方面啊，溝通上面會有一些問題嗎？不會有問題。我們跟我們台灣的朋友上課，當然就是講中文；跟菲律賓的朋友就講英文。
应该还按用讲啦，因为表演艺术嘛，就是我们的沟通，对 ，body language 啊，非常的重要。跟奶兄来问一下欣赏，你对这个啊，还有跟客家艺民节想要讲一些什么话呢？我们希望客家艺民节它是一个包容很多不同族群，然后彼此互相欣赏彼此的族群文化的一个节庆，所以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非常的好。那现在老师，我们一起说艺民节加油加油加油，好吗？好，艺民节加油加油加油！开灯开来，嘿嘿哟，烛灯开那可以嘿。因為衝兩條歌可以衝幾多擺咯？衝幾多擺係冇？衝多擺。好，唔怕唔怕，你看呐，真件哦，擔條裡邊種嘅係乜嘅東西好誒？你剛好出來講食嘞啦，有一個捏板啦，有個起白，有個吃餅，沒有一種講法，我們都吃法哦。吃法。嘿，是花，嗰個柿餅誒，都得講吃餅哦，就吃法。然後你看，你要他拿那個彩罐的，係冇？我覺得用客家美食學客語真的很不錯像衝兩個啊，兩個就唔可以講，衝係係應該講客家言哦，兩個就唔可以講。真蜂蜜嘅客家用講。好，搞本藝好誒，4情3時間都有。課語教學時間。你講哦，你講那個蜂蜜咧，其實佢嘅客家人做蓬糖。蓬就係個蜜蜂咩？小蜜蜂嗡嗡嗡。蓬哦，嗰度蜂蜜叫做蓬糖，你啲蜜蜂嘅用嚟講嘛。所以就調過來就按嘅國語中用嘛，就係蜜蜂蜂蜜。糖蓬，嘿，韓國咧，攞佢解咧，糖蓬誒，小蜜蜂嗡嗡嗡的一個蜜蜂客家話咧出嚟做糖蓬誒，嗰種咧糖蓬嘅比最起嚟精密咧。採花蜜之後，就做咗一個蓬糖誒。就做嚟來食，又好食嚟，好排聲嚇。嘿，你看，你一個蓬糖啊，你喝太快了，食到按壓。那蓬糖還會回甘有冇？美食主持。其實呢，底下啲西部糖入邊買一個蓬糖嘅時節啦，太簡記得咯，就做嚟轉起，然後佢挑水呢嗬，然後佢挑水，將會變做安尼，然後佢稀釋啦。這蓬糖賣蓬糖有大讚冇？沒有哈。呢就係講客家。就係講客家啦，所以分享太個阿雷都堅從油好搞、油好料、油好食咯，真係動腦嘢。咪講你點哦？其實呢，呢一個先前呢，呢年去採訪嘅時間，我見到一個新組苗栗韓國南條入邊，你見到嘅客家用品係要加咗嗰啲血糖嘅。還有個蓬香嘅哦，哇，真件凍到呢，那個血蓬嘅嘅件啊，加到就像那個遷徙民族、游牧民族中用，加到一堆白多難，然之後發開嘅，天時在管天發，冇用嘅蔬菜佢發時間冇用用。古早人嘅客家用錢朋友，我就看到加到我問佢講，而家就其實摘嘅蓬糖哦，真辛苦。古早佢就講哦，太搞準備同人家嘅支持啦。哎呀，其實哦，客人都叻下哦，唔買做到。按從有些因為台灣係集到面文化嘅地方，唔但將呢按原嘅客家朋友，還有講河洛話嘅朋友，還有原住民，還有講一般嘅所有嘅好朋友，還有新住民、新移民朋友，客家入邊呢其實都始終向下嚟參加一個台北客家30嘅移民家人發拖，一個貼拍人呢要去到現場呢，而潛到千度嘅新移民朋友，大家嚟看下好冇？大家好，我係葉榮，你哋下地界回收啊，是南充公園哦。就看到後背，就動到動強動精彩嘅表演係麼？韓國啊，唔但睇用呢咯，你韓入新移民嘅團隊喲，大家都少嘅。對，老師們你好，你好，你們的服裝很漂亮，可以跟我們一個一個介紹一下嗎？我來自越南，這是越南的服飾。那老師呢？我是緬甸，我們這個花就是緬甸的國花。國花。我炒這個粉就是緬甸的那個樹皮粉。樹米粉出來的。很精彩，很精彩。那老師呢 ？Hello， 我來自菲律賓。菲律賓
境的老师。那印尼的老师，你的服饰真的非常漂亮，跟大家介绍一下。谢谢，我是印尼来的，然后我们的特色的，我戴这个是茉莉花，还有玫瑰花，然后这个我穿衣服是印尼那个传统的爪哇的结婚的穿，然后这个花的意思呢，为什么这个没有开？代表的是印尼的结婚之后都没有跟男生碰过的，这个是很害羞的啦，很害羞。我们的很传统，很那个。比较保守，对，可是那个结婚才可以穿这么漂亮，对不对？还用蛋茶，还用音哦，哎，你还就好夯一改口腔学客语的客家话，对不对？对，但是客家的都很难，没有看那个字都完全都不会，比印尼话还难。对对对，还有啊，老师听说今天你们还有带来就是传统的乐器要来教我们，我们来这边，来这边。老师你好，你好，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个，这个是什么乐器？这个叫做安克隆。安特龙，那还要怎么样去做演奏？老师可以稍稍的跟我们示范一下吗？是要用摇的哦，左右摇才会出声音。如果有前后摇，那反正出不出来声音。那老师帮我们试一下，很特别的声音。这是哪一个国家的乐器？这是印尼。哦，印尼的乐器。那我就只要这样子摇就可以了吗？那我试试看。老师，你帮我拿麦克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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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对，好，老师你比较专业。对，然后你扶下面的，这个才会有声音。哦，好厉害哦，好厉害哦！谢谢老师精彩的介绍。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喽。老师给万问弟弟他个礼命。阿丽勇啊，你吃这个乐器呀、还吃到本紧张讲不对不对。你可能参加一个客家移民感染法呢，就會讀到青島局促權無腔央類似無腔央國家嘅鄉親朋友，大家就向下嚟參加一個感染法，行咗嚟體驗無腔央嘅文化創造。非常複雜啦，其實本來哦，因為安姨講客人沒有動到無腔央，像安姨客家沒有動到無腔央嘅客家。像阿里面係有一個阿里年咧，佢講嘅就係試煙橋。講嘅係北部嘅試煙橋，唔過呢，你就看到人嘅阿里用咧，佢講嘅海料橋，還有人現從嘅青島朋友呢，大家咩對台中來，對花蓮台東一片來嘅，大家對無腔用全台灣嘅素材哦，始終強下，現正竟然係台北呢年30感染法。因為呢，我希望呢，大家上到安尼做一個客人哦，一定會對客家嘅文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哦。中一嘅播種移民精神啊，人家嚇你看到嘅客點嘅，主要講到千精彩，韓國用千線嘅通話方式嚟講，韓國呢鴉片呢藝出嚟留意看啊，一個快問快答，一下千時下，阿里面我嗌咩要準備哦，你唔好知道講我見不如嚟食捧糖糖捧誒，食捧糖，還有吃柿餅啊，你就做得按你帶下就夠誒，先不敢準備下，先不敢準備下。快問快答，還有本人準備哦，噔噔噔噔。冇本人準備啦，你看啊，有啲朋友你看啊 ，T 係乜嘅呢？你嚟看啊，阿明哥28嘅移民機啊，係盼乜嘅時間呢？台北客家移民30嘅移民感染法發通，最幾多號？拍到幾多號咯？聲音醫生2號到23號，呢個有幾多人？3人。好，真係本人同各位，噔噔噔。一天啊，唔是本題反應呵。第2題咧，20秒當中啊，出嚟收嘅人嘅移民機頭來面去20秒啊，好，一下算下時間，開始咧。台灣哈。20秒，18。放棄。你哈好誒嘛，你哈啲名係啲啦。當然啦，20秒按照嘅時間。10秒高鐵嚟哦，10秒哦。我自己貼好不好？那有乜嘅切價係已經認輸的。移民也苦苦。難怪人家係很講嘅，按到移民機嘅頭來面去，還有哈哈掉。沒有開始。好，移民機呢，卻對清朝嘅時間有一個天路。你講嘅懂後，你就講嘅天，而家天乜嘅，睇下老人看嚟乜嘅，冇。哦，所以你唔可以查啦，嗬。第3題係乜嘅？係有啊。得啦，有青島28人嘅發通呢，四個世嘅兩種色代表乜嘅呢？藍山啦。係啥嘅咧？藍山。是嘅紅色。同高誒，你看我的這個跌下來，估錯唔是唔是人唔係。4題上下來，噔噔。
全台湾总共有幾套錯嘅移民沒有？人家還有講我你，我第一年還啲吃屎表，一槍冇記得嗬。34，你用扁的係冇？冇啊，你們剛剛唔係講34。強子朋友啱啱講，記記唔錯嘅，佢下識太多東西，就專心啲識啦。我講嘅乜嘅內容記就唔記得咧。啱啱強子朋友你記得冇？你連剛下講到全台灣有43件嘅移民沒有？幾點都變嚟啦。這家嫌疑咧，這家嫌疑咧。一個全台灣有43件移民沒有呢？呀，係按設計有大天發新聞一個新竹高中移民沒有嘅泰國，佢同俺講哦，全台灣唔但將頭都沒有提起，一路下南到屏東，還有嘅一個東部提起，總共有43件，大家記得咯。好，下來得啦。北部嘅移民是用按種移民嘅。做地通過誒，做地咯，錯。得啦，嘿，又要看難得位哦。誒，阿明哥請你講出有關移民亞嘅3條歌曲，第一條。移民亞帶我轉播下。哦，就係你一開始從還蠻開始就去轉播開。好，第二條咧。全球移民。全乜嘅？全球移民。誒，全球移民也係一個移民先生佢創嘅歌曲，係冇？第三條。移民種。移民種。係冇？移民種，對不對？對。馬啥聰咧？馬修連恩。好，做的，為同歌誒，有備而來哦，有備而來哦。誒，等下我要帶來這3首歌曲。你會唱歌誒，係冇？誒，你個小標菜。哎，拿電當中的啦，哈。有啲朋友他太愛秀了，因為今年一個阿明哥哦，佢參加一個老年大擂台嘅發通啊，做嚟講。成績真好係冇？你踢幾多秒？哦，就踢3秒。踢3秒嚟，真嘅唔會難喎。尤其像你還會唔單止唱歌，還會跳舞，有啲就會轉型。快打咩冇問題啦。停得出起來跳咩？上來，100人嘅陽節路線係乜嘅？誒，下去有難嚟哦，唔係你一下20秒，好冇咪幫你8分鐘。你部分咧，你準備嘅唔係準備嘅就。啲鴉片係冇。吉蘭泰拖到安嘅羅斯福路、台天台柳站、杭州路就到呀，再過來啊，就到嘅呀，就到嘅係冇，你用筆嘅係。用筆，同我唔記得中山南路啦。還有呢，喺個愛女人嘅終點站台北客家主題公園，坐車遠做嚟坐到哪呢？台天台柳站後車條。走的，有備而來做的咯。撒下了，哎呦，排水，手溜了手滑。你講咗什麼？通過移民相關歌數，各位嘅歌數，你剛才講嘅啦。劉榮聰。乜嘢各位？移民呀，單眼轉播下。你就會講一條全球移民係乜嘢？我唔記得咧。差異比。還有移民種，馬修連恩老差異比先生。同哥，我知道做得咯嗬，唔過我還是不甘寂寞，還是要幫你貼一個。我們現場隊伍太多了，請加油好嗎？我幫你全部貼。走得嘞。哎，貼不完是不是？哎，唔怕，你等一下廣告一下，因為變困難。上來先聊一下廣告過後，其實轉到人嘅轉播現場。台北客家移民講研法3聲演嘅電視轉播，我係麗玲，我係李明。哇！一下見來見到已經行過來嘅，看一下11點人誒，差唔多要行吹我出位停定，我攝下貼來了。哎呀，開始咧越來越鬧嘢，所以希望你睇下行出門，下出門行富衛茶咯，尤其呢，等家下我有現場嘅主旨睇點，然後下晝啊睇下啲鴉片，做啲西武堂，還有鴉片呢，你做啲食飽來過後啊，下晝1點半我要請精彩嘅音樂表演呢。你嘅4條菜又拿出來呀？有表演係冇？你一下要主持唱歌誒，雙棲歌手咩？唔係，家下講有表演，係想我本大家啲有乜嘅表演啊？一係嗌我同人嘅鄉親朋友講啊，下晝1點半其實誒，客家公演鴉片呢，佢當然有青島歌手嘅發通，尤其嗱嘅孫本堂啊，就請精彩哦，唱吉拿管子。兩個咪唱。巴啦啦巴巴，你講小嘅聽聽。時間老火點踢巴啦啦，老火點踢巴啦啦巴巴。巴黎歌係冇？相愛重說，喂，2條歌叫東風好嘛？我還自備燈泡，我來為吉娜加油。
吉娜下晝就會嚟到現場嘅，係啊。有人講我吉娜罐子就會應該客家愛戴爾。哇，真嘅係哦，因為佢衝過。因為佢上映嘅動上改動。裡面有因為今年嘅金曲獎啊。你就衝係嘅麥克做慢咯。好，我嚟表演一條。誒，我要衝，因為下晝有嘅整牙卷阿 sa。好，你阿本衝。叫佢衝入嘅，等等一頭髮，一頭髮。溫兒啦，嬌藝啦，嬌藝咩？春天另一條花，一條花。有啲朋友有人講，呀根本就唔公平，因為一下人家哈里面先生，佢今年去參加那年大擂台開發通哦，他現在就是仗着。成績當好，沒有3名呢，我真的非常熱愛。所以來到兩等槍駐機台店哦，下晝還有暗精彩嘅表演。剛剛講到吉娜嘛，還有我講，一名彈青島，一點零小點。好啊，按你會，剛還有講1點半會有吉娜罐子嘅表演咩？還有接下來咩會有3點10分會有一個整牙卷阿 sa。接下來呢，你看還有一個謝宣琪。差遠期3點50分。下課咧，愛上嘅下課咧。再過來，等下聽呢一啲吉娜後面呢，會有一個米莎來呀。係靠灣面呢，做得嚟。其實當年連我米莎啊，佢也係幫佢出新嘅專輯，還有潘發通哦，啲美麗一片潘發通，然後就係想嚟呈現出一個傳統宗教嘅儀式。用嘅張號呢，佢每邊都係衝過嘅節目嘅啦。做唔得唔公平，你前面呢見唔見7點嘅時間按部7點哦，會有人嘅2V 9會嚟表演。勇往直前行，勇往直前行。直前行來看一下 VCR。來哦。山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高，兩隻 V 手只有眼力兩手太近哦，你問你哪？我係台北客家扶輪沙景園嘅沙莊梁秋香，演員到莫妮塔，大家好。好，嗰首太子啊，我一下啲係加係啲啊散彈紅咧。唔係散彈啊，你係假山。哦，假係冇，全部按獎嘅散咗，人家就做嘅係冇。係啊，3個禮拜哦嗬，因為啊，我想講做個假山，好山好水，好愛台灣。古時候也覺得人家就今年嘅主題係冇。哇啊！還有啊，扶輪沙是近月遠來扶輪客家，你看呢，這8個仙女哈，穿的衣服都是各國來的服裝，還有我們客家的客家妹。呀，散彈紅還有按獎嘅事啊，妹哦，8仙女係冇？嘿，有8個仙女。好，我哋看一下哦。哇，一隻係來自日本嘅係冇？日本小姐。嗨。還有唔係來自哪裡？韓國。還有唔係來自泰國，還有唔係客家是啊，乜嘢？還有越南，中國服，台灣嘅，還有來，山地莊。呀，全部都係台灣嘅8仙女啦，係冇？係啊，我點解都查到還有唱山歌啊，全部唱山歌。來，梁秋香還有個劉老師。還有劉老師喺負責唱歌誒，係冇？對唱啊。嗰陣今邊嘅才子好教冇啊？好教啊，今年第3年咧。唐講嘅李思忠唱過以後，唐愛來唱一下係冇？好啊。好，嚟。唱乜嘅？神當比你歌。唔會，跟住唔會唱乜嘅？我唱啲蘇卡夾嘅係細樹景哈。叫姐呀，河邊來細樹景，細呀嘛細樹景，樹景啊，跌落跟水中心，水呀嘛水中心。乃會上公羊得到。哇！踩田筒嘅，有直接進咗。有哦，哎呦，嘅主播啊，人家阿開上一片啊，已經買到嘅哦，估數啊，你送住阿開上買到嘅葡萄。你
伊啦，一個西雕菜藝啦，一個西中用功誒，鄉下啊，可以上加下咩啲創果誒，一下睇下位表哥吼。哎呀，你看安尼行嘅，伊會創果，山果咩都在創哦。還有流行歌曲。你看按當年來呢，應該啊個客家相關嘅文化呢，就看到更來更豐富誒。唔但唱嘅流行歌曲，加安尼線上創嘅馬歌曲，安尼嘅山歌。山歌，從而家還有創，又來耶，又來耶。做得嘞，用身體喲。其實呢，你就看到一個傳統嘅歌曲哦，然後你用一個現代嘅元素，無論講從謝宣琪咩下做咩冇來嘅，你就當好用 rap 嘅方式。其實安尼嘅主機台點，咩係有用吼現代嘅元素，啲啲背度哦。包含建築，你看到我背後嘅一個主機台呢，蛋糕一個哦，就係六建築，因為呢邊嚟小結一下，因為呢，一係特別邀請嘅台灣六建築前有名嘅咁明年建築師嚟打出嚟，有環保有耐用，大家看起來有清醬嘅機台，一蛋糕大家看到，我蛋糕一條一條嘅，也係乜嘅啊？然後就做嘅啊。係啦，我知道講你會講其他嘅官呢。冇啊，冇，這時間大係做小位啦，做小位冇啦，做小位按台會打落嘅腫起來。哦，其實呢，做嘅對安尼行業來講呢，有當重要嘅意義哦，就係講做嘅有兩種特色啲嘛。有兩種特色。基本都砍竹子，裡面會有竹子公主。日本嘅故事。第一種就係做嘅動強。動好用。因為佢虛心。聽呢就就係老安尼行業重用，硬頸有韌性。有韌性哦。運動運有嘛，所以講很有韌性嘅吼，就是用大聲音嚟動好咩？動好用哦，大唔可以抬。足少誒。冇愛用亂講啊，你哋下冇大嘅，你係講按主機台啊，用按用嘅做嘅來做嘅法就當環保，所以再利用。還有呢，你點哦？竹姐虛心是我師。喂。你看做嘅啊，佢點解都係虛心嘅、空心嘅吼？不過他有很謙虛的心情，要去老眼用用嘅吼。哦啊，我們真的是可以掰出很多竹子的意義。但無論如何，就會了解這個綠建築，我剛剛唐講哦，有一件很驚訝的事情，做得用一嚿，你知嗎？做得用一嚿。講出來你會唔會嚇到？真嘅啦，真係用100年呢。100年哦。係啊。用到按嚿，按嚿就冇出嚟了，當主機台行啲兩米啊。2多年係冇。因為清舊，即係講啊，而家講啊，就係清韻咩嗬，很有韌性。還有種頭擺呢，就係用竹嘅嚟做青島嘅事情。無論像我家下講哦，因為主機台蛋糕每個一條一條，我就想到啊，我頭尾40米。用韓盲皮起來，因為木烤就會用那個一條一條棍的咩吼，竹棍的啲葉片，我就會吊衣服啦。哎呦，食材哦，所以分享大家來現場來看嘅主機台哦，動貼片，動流行有現代嘅元素啲啲喺度哦。係，大家看到誒嗱背後嘅也係主機台，其實有順風哦，還有青島細細嘅舞台哦。下組嘅時節啦，就會有一個客家歌手曲下來表演，啊呢面人係啲哦，你竟然嚟參加一個老年大擂台嘅活動咩？冇錯，nice 可以報名參加。嗌哦，嗌香港係喺同一期啲哦，本其他人嚟參加好嘅啦。你看到啊，一下見到嘅出現行業內啊，係有嘅搭帳篷。不過咧，香港咧，天時當好，一條清大嘅時間，大家咩唔識㗎，因為一片都同大家準備好些嘢。哇！你下面有風吹過來哦，很舒爽啦，嗬，還有順風嘅，除咗講有一帳篷以外，其實還有細細嘅舞台。下晝嘅時節啦，就會有青島嘅歌手嚟表演。有一兩滿年哦，啊呢邊啊，係青口嘅客家歌手係乜殺哦？雖然講東南曲啦，因為呢客家歌手大家都清站掉，會托東南。係青口嘅歌手就係徐澤偉先生。徐澤偉、徐澤偉老師。哦，徐澤偉老師。因為佢係很愛去參加比賽啦。愛啲，你看啲 Facebook 上下文章啊，講就係咁差嘅係冇。即係應該動到香港人衝下嚟參加，嗌去加下杯衝呢歌曲，因為佢是衝嚟，先讓人家沒收。為什麼？我覺得啦，有很多的歌曲就是因為安尼香港人可能唔知以前頭擺嘅事情嘛，所以安尼都在衝頭擺嘅事情，就都在上到以前嘅用嘅神法咧。哦，嗌一片嗌咩嚟衝哦？因為嗌一下拿到4條菜嘅。好，來一條歌曲。頭擺給你，將給你，頭擺給你，你看你做太戲。
改个 key 太大耶，有太大耶。要来一点有活力的啊。你先来一条啊。baby baby baby， 太嘎来跳舞。等，我们背景就这首。客家很有活力啊，好不好？还有像有活力的歌曲，还有呢其他咩慢歌嘅咩摇哈。嗰種咧青島中秋秋應該比嘅人嘅青香用動多出去冇香用嘅，人家講到客家出去，好多出去，還有新出名朋友啊，大家都衝下嚟到現場啊！你看到大家呢一圈一圈行過嚟，就連一下順風嚟出頭擺嘅一個草誒，都攞佢打過嚟啊，還有咧頭擺嘅龍骨。没人用柴，然后给追过来呢。为了这一次哦，请这个把全家的家当都带来。都给搬过来，系冇？全部搬过来。冲牙不卡有乜嘅腳頭啊，還有乜嘅擔桿啊，都先攞佢帶過嚟啦，嗬。還有呢，人家喺嗰度要小朋友啊，睇下嚟參加嘅時間，你啲擔頭點解都變乜嘅東西嘛？有喺見過眼順風啊，眼就見看到。變嘅。變嘅嘅當然有，人家喺看到有細嘅呢小朋友啊，點解都嘅擔頭點解都變小兵？真的，哎呦。就係千定現象啊，就係無論講哦，只係講以前誒頭擺嘅移民使用開單，去來服侍一個移民人嘅嗬，因為保障美國來提升生命嘅。誒，像我嚟準備千澎湃嘅東西本其實，本來就係千島嘅擔頭，唔過一下呢就會看到千島嘅小朋友啊，睇下咩係擔頭咩開定過來，唔過點解都變嘅就千好嘅東西，人工嘅啊，然後變工變一批嘅，還有考試咧難答啊，然後變一批嘅。看得到啊，你看一下咁多嘅朋友都嚟到現場了，誒，再嚟呢閒聊一下，講後繼續上到眼見邊嘅2017佢哋客家移民感染法嘅現場。歡迎朋友轉到眼見邊嘅現場嚟收看2017台北客家移民感染法30年嘅現場轉播。一下呢，人嘅吹溜溜小小，已經嚟到人嘅客家主題公園呢，等等主機台點就會開始了。我哋來看一下現場嘅畫面。主機台點以前呢？用詞敬意，吉日良時，良時吉日，2017台北客家移民感染法主機台典禮開始。良辰吉日求恩事，結談洋將移民婚，順順祈願隨別憂，總幹義擔富神靈，這是在秋味。
敷衍馆秋兵，有请义民嘉年华活动各工作组组长及各级民意代表担任，请工作人员引导。真天馆秋兵，有请史泰运金牌得主客家杰出青年代表顾真强牧师秋兵。有请客家终身贡献奖得主罗小金先生秋兵。有请新竹县新埔博中庭移民本庙董事长齐德群先生秋兵。有请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延友秋兵。有请世界客属总会荣誉总会长吴伯雄先生秋兵。有请台北市议会议长吴必祖牧师秋兵。有请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女士就位。有请总统府资政叶菊兰牧师秋兵。有请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云德先生秋兵。有请台北市市长涂文哲先生秋兵。有请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就位。全体肃立，请现场所有贵宾、乡亲、市民朋友原地起立，脱帽，面向主祭台义民爷及钟永公神位。行松向礼，奏乐，松树合适。
楚松雄，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蔡松雄，拜，祈求市政从良，市民安康。三松民雄，拜，祈求太妃圆满，文化绵长。十雄。 行宪法理，宪法拜，行宪国理，宪国拜。行宪国理，
有请客家后生子弟林正群共同。 为中华民国106年10月22日，农历丁酉年9月初3之良辰，经由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允德、台北市长柯文哲、台北市议会议长吴必祖、世界客属总会荣誉总会长吴百祥、总统府资政叶玉兰。 行政院新埔包总厅移民本庙董事长齐德兴，客家终身贡献奖得主罗兆金，世泰运金牌得主优秀客家青年顾振强，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延友等，张建干率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首长、各级民意代表。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各委员、客家文化基金会各董干事、各社团理事长、干部、教育中心负责人、各校长、各里长、老在场乡亲、市民心中人等，为台北市年测移民及嘉年华发通知，用枪。 查封并了保总厅移民爷爷，去各府庙移民爷爷，六对总义祠总用功，莅临台北首都，千古奇案舒服之求。均以各路亲乡、各列流氓、五常九里、在蜀各品、乡村玉朴、强名之意，至今矣。查封并了保总移民爷爷。 各府庙移民爷爷，六对总义祠总用功等，列列尊神前。祝年夜，恭为移民合作之功，为求神奇理想出台，开山大拿振兴农松，庙得安身废土作乱，移民欢喜血战沙场。 保乡为土，杀命神人，公益山歌疾笔海洋，壮烈健身身板保重。林州日夜为政人上，对外列节重建庙堂，人人从事日夜同工，声声山腰义气名扬。 金房佳节，杨林北上，竹头陈铺，勇气甘纳。树我心声，并其必有；护我国泰，直气民安。能得福，家家珍享。有我市民百姓登光，神神彩天，山歌水唱，延续不清。 来吉来爽，福为双向。全体人员向移民夜行最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抢凤摸，请正县官、副县官及全体乡亲复位。
刚好因看到对主机台电的现场。好，因看到今年呢，2017台北移民嘉年华，也个今年係參加第3年嘅。不過舉例嚟講呢，今年係台北移民嘅30週年，即係講哦，對民國76年起始呢就開始移民，不過呢行到一片30年頭為第30集，即係即係講做嘅當有嘅，韓國呢當年係健談健好，一下呢你們可能都自己睇電腦，家下有嘅相關嘅發通，韓國呢等下面會有其他意思，會繼續來睇。冇錯啊！你下看到因為30年咯，對於張人來講，30歲嘅話，咩差唔多出社會做條路動嘢嚟嗬。有講嘛，32年吧，即係講係咧青春有嘅階段。好，繼續來看到一下當地進行嘅組織方面。本廟董事長徐德興先生，歡迎。台北市客委會主委曾年友先生，歡迎。世界客屬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先生，歡迎。台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女士，歡迎。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先生，歡迎。總統府資政葉菊蘭女士。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德先生，歡迎。台北市議員徐世勳，歡迎。台北市議員張茂南先生，歡迎。台北市議員吳志剛先生，歡迎。台北市議員郭昭妍女士，歡迎。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女士，歡迎。台北市議員李慶元先生，歡迎。台北市議員王心怡女士，歡迎。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將一併介紹各階貴賓，請各位貴賓起立揮手致意。歡迎台北市政府局處首長及代表，請起立，歡迎。歡迎台北市客家社團理事長、市政顧問及代表，請起立，歡迎。歡迎新北市客家社團理事長及代表，請起立。歡迎台北市客籍里長及客籍校長，請起立。感謝大家有心敬拜義民爺及忠勇公，義民爺及忠勇公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正縣官致辭，請市長致辭。吴总会长、叶志正、李竹伟、吴议长，还有各位嘉宾、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是我们台北市最重要的客家庆典，今年刚好是30周年。那在过去30多年，有很多人来参加，不过我看今年最重要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参与，甚至是小朋友。这些年轻人还会用客家来问说：“你黑不黑哈卡林啊？”所以说，有年轻人来参与，才能够确保这个活动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这些年轻人愿意来关心客家的文化发展。我们今年台北市还是一样，邀请全台代表性的义民庙来共襄盛举。今年的义民节，我们有3个特色。我们透过祭典来重现客家传统的技艺。以游行的方式来表现挑担奉换这个原始的文化意涵，也用艺文来丰富多元的客家文化，以祭典、游行、艺文这3大主轴来凸显今年的客家义民节。我们希望透过传统与现代、都会与原乡、客家与多元的对接，
重塑义民精神，将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变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客家特色的节庆活动。3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今年特别号召青年来参与，也举办了很多前置的活动，包括这个踩街花车的公车房、义民30座谈的特展，还邀请国外的艺术团队，跟我们文化局的白昼之夜的活动有串联，还有今年有这个城南社区的行动剧场。我们希望将客家的义民节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表现，打造属于台北最具客家特色的城市艺术节。在我上任之后，我就主张义民祭典应该逐步的回归民间来主导办理，因为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是民间的力量无穷。像今天就有250个客家的社团来参加，如果纯靠政府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规模这么大的。非常感谢这些客家，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客家社团一起来筹办这个义民祭而付出的努力。我们希望这个活动是一个客家文化展现的大平台，从迎神绕境、祭典规划、挑担踩街、花车制作，都能够充分表现出客家乡亲的创作力与凝聚力。我们今年也配合中央客家委员会一起推动台北市客语的整体发展计划，为的就是鼓励大家学习讲客家话，让客家话在台北市能够承传跟发扬。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你们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客家。最后，我要说，俺子些多谢谢。感谢市长致辞，请市长回座。了就是2017年台北嘉年华主题台电嘅演出。家下看到呢，柯文哲市長佢講哦，基本日嘅發通呢，總嚟講係台北客家親重要嘅祭典。看得到基本日呢有千多嘅後生朋友，雖然呢無論大細大家共下來，也係咪嘅時代傳承嘅概念嘛。希望呢都會總係結合年輕同埋所有嘅客家文化，強強共下結合共下。我客家當然看到人嘅客家文化真實嘅用嘅係前分派，韓國呢咪係前重視文化嘅一部分。下週呢還有眾多精彩嘅發通希望大家來現場參加。今年呢2017年台北義民嘉年華3日夜，天使轉播太成功。太成功，超多影片呢非常感謝鄉親朋友共下來收看，並且大家呢下週有時間共下來欣賞現場嘅表演。什麼嘅安之聲？真係了。愛勇猛向前行，愛勇猛向前行。